线顶的朋友，大家好！买彩券做公益，大家第2539，请大家帮我按赞、分享、订阅，并开启小铃铛，感谢。首先，咱先来看咱拜四分享的二综艺，控利、利利，顺利开出控利的，恭喜有对到的朋友。今仔日是3月21，拜五，有几套版咯，要分享予各位朋友做参考。这版是二综艺，咱对10月2日开始，永远第2期顶3期7、2、3，第4期的尾数6尾加3 9尾，用0939。永远的2期7、2，开09的。12月初6，永远第2期顶3期7、2、3，第4期的尾数6尾加3 9尾，用0939。永远的2期7、2，开09的。12月27，永远第2期顶3期7、2、3，第4期的尾数8尾加3 1尾，用0131。永远的2期7、2，开31个。12月31，永远第2期顶3期7、2、3，第4期的尾数0尾加3，用0333。永远的2期7、2，开33个。2月17，永远第2期顶3期7、2、3，第4期的尾数0尾加3，用0333。永远的2期7、2，03、33，双开。3月15，永远第2期顶3期7、2、3，第4期的尾数0尾加3，用0333。永远的2期7、2，开03个。3月19，永远第2期顶3期7、2、3，第4期的尾数6尾加3 9尾，用0939。永远的2期7、2，这就是3月21，拜五要用的09、39。二综艺，予各位朋友做参考。
即摆嘛是学中医，咱对2月初8开始，6期一届，1、2、3、4、5、6，固定6期一届。第5期减27，含减4。300减27，合减4，1、1、3、4。下6期1、2、3、4、5、6。1、1、3、4。双开。39减27，含减4。1、2、3、5。下6期1、2、3、4、5、6。开35个。35个去读着班头。35减27，合减4。08、31。下6期1、2、3、4、5、6。开31个。39减27，含减4。1、2、3、5。下6期1、2、3、4、5、6。开35个。35个去读着班头。35减27，含减4。08、31。下6期1、2、3、4、5、6。开08个。28减27，含减4。01、24。下6期1、2、3、4、5、6。这就是3月21拜五要用的。01、24。学中医，互各位朋友做参考。即摆是拖排学中医，咱对12月25开始，06的第1期，下8期，1、1、3、4、1、1、14学中医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1、1、14。双开。1月22、06的第1期，下8期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1、1、14。搁双开。2月初5。06的第1期，下8期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开1个。2月15。06的第1期，下8期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开1个。3月12。
放疗的第一期、下8期、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这就是3月21拜五要用的11、14。学中医，互各位朋友做参考。即版是5期，咱对1月22开始，26个第4期、下4期，固定加6，1、2、3、4，咱对20开始，20加6、26个下4期，1、2、3、4，26、26加6、32。26个下4期，1、2、3、4、32。32加6、38。26个下4期，1、2、3、4。这就是3月21拜五要用的38、5期。互各位朋友做参考。以上即几套版路，互各位朋友下摆做参考。爱去看线，爱甲大吉大利有三九，按赞、分享、订阅，并开启小铃铛。感谢支持，祝大家顺利中奖，再会。